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聽飛達媽與卡樂 B 嘅頻道，我係飛達媽。今日咧就想講一講卡樂 B 平時嘅一句口頭禪，就係唔緊要啦。呢句口頭禪究竟點嚟嘅呢？咁就有一個古仔要講一講嘅。喺我細個嗰陣啦，我父母嘅教育方式同埋處事態度咧係比較嚴厲嘅，會比較多打同鬧啦，好少會照顧我嘅情緒，亦都唔會理我嘅心理發展健唔健康。所以喺我嘅童年咧，唔開心嘅時間咧係佔都好大比例嘅。到我有咗卡樂 B 之後，我就對自己講，我要卡樂 B 喺一個充滿愛嘅環境長大。我唔要卡樂 B 經歷我經歷過嘅嘢，我好想擺脫我父母嘅教育方式。我希望可以由我呢一代去打破呢一個世代相傳嘅負面創傷。所以喺我管教卡樂 B 嗰陣咧，我盡量咧會以正能量嘅方式去教，盡量咧就以道理行先，就避免以負面情緒去支配咗個行為。咁做錯事係要教嘅，但係當卡樂 B 明白咗個道理之後，我就唔會再無限將個錯誤放大，亦都唔會再針住佢做錯嗰一點去講，因為始終人係都會犯錯噶嘛，好正常嘅呢件事，只要識改錯就 OK 噶啦。咁有時咧，有啲小事，有啲小意外發生咗。以前我嘅父母係會鬧我嘅，鬧我點解你咁蠢㗎？點解你咁都做唔好啊？到而家我大咗啦，我睇翻我父母當時嘅反應，嗰一刻佢哋鬧我，其實都唔會解決到個問題嘅，只係一個情緒嘅發洩。再者咧，只會破壞咗親子關係。所以而家我對卡樂 B 係會講唔緊要啊，咪再做過咯，或者唔緊要啊，我哋再揾方法去解決咯。因為我會覺得知道乜嘢係錯係重要，但係識得揾方法去解決都好重要。所以久而久之，而家卡樂 B 咧慢慢大個啦，佢開始懂性，開始識分是非之後，有時我可能會論盡做漏嘢或者做錯嘢，卡樂 B 聽到之後，佢第一時間係會同我講唔緊要啊，媽媽，我哋再嚟過啊！我聽到之後咧，其實都真係幾感動㗎，因為我成功咗啦。至少第一步喺言語上，我打破咗嗰個循環，而下一步咧就係長久啲嘅，因為我會繼續努力去打造一個愛嘅環境，可以令到卡樂 B 有一個開心嘅童年。心理學家阿德勒話：幸運嘅人用童年治愈一生，但係不幸嘅人用一生治愈童年。所以童年真係好緊要㗎。咁今集咧就短短地啦，都好多謝大家用寶貴嘅時間去聽我嘅 podcast。咁大家記得咧就要 share 出去，話俾多啲人聽，去聽我嘅 podcast，亦都可以去 follow 我嘅 social media，可以留言俾我，同我傾下偈。呢一集係咁多先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